上线消息，咱来关心台南市安南区一栋5层楼透天伫昨暗火烧厝，这是因为妈妈伫2楼做饭的时常常加速爆炸，厝内2个大人一个囡仔，拢因为起爆烧烫伤，3个人送病院急救，意识清醒。台南市安南区环管路一间名体，最尾暗7点外传出爆炸的声音，尾下4楼就导火。消防局接到报案，总共派19台车、39个人来拍火。到达时，先确认看现场的民众受伤、受困的情形哦。那很幸运的部分哦，就是民众已经都逃出户外哦。那因为有受到烧烫伤哦，那在邻居的在附近的邻居家里做用水龙头在做降温。爆炸迄当阵，厝内正伫咧煮暗顿，造成3个人受伤，40岁妇人伊头毛互火烧着，上骹、上手、颔骨仔有20%2度烧伤；41岁翁婿上手、腹肚甲面有32%2度烧伤；4岁查某囡仔伊的正手、2只骹抑个面有20%2度烧伤。3个人拢意识正清楚，分别送去成大病院甲永康的奇美病院。附近的厝边讲，时先听到一声爆炸的声音，尾下就看到对面的4楼导火，爆炸的威力正大，也影响到附近3号名体。一共这台都卖不到1个月特斯拉。我们6月15交车的。交车。对。那这样会不会很心疼？当然会啊，不幸中的大幸，因为我们之前是那个铁门是没有拉下来的。火伫暗时8点20被控制，4楼厝间烧的面积差不多8平方公尺。目前火电区正伫咧做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